天主教會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努力打擊販賣女性嘅活動，遠早於所謂現代社會關注呢個問題之前。時至今日，教會仍然在為此而戰。呢個係電影《方尖碑的瘋女們》嘗試解釋嘅。電影講述瑪麗亞娜同方濟各神父嘅故事，佢哋喺19世紀嘅西班牙成立咗一間機構，致力於保護無助嘅婦女同女童。佢係一位貴族，一位嚟自上流社會嘅年輕女子，突然意識到自己想奉獻一生，將數以百計、千計處於最惡劣奴役中嘅女子拯救出嚟。佢係一位神父，對於圍繞婦女自由同處境嘅大問題有好深嘅了解，並希望為此做一啲事。呢兩項舉措、兩種精神、兩個人走埋一齊，並創造出非凡嘅成就。聖三修女會由此誕生，以回應眾多年輕女子甚至係女仔墮入賣淫同被虐網絡嘅狀況。佢哋好多人都係嚟自農村，到大城市係希望尋找機會，但往往會落入嗰啲人嘅手入面。佢哋給予佢哋各種自由，而付出嘅代價係佢哋嘅生命。如此振奮人心嘅舉動，鮮有能無動於衷。喺準備出演電影中瑪麗亞娜一角嘅時候，女主角伊格萊西亞斯坦言，沉浸喺角色嘅生活深深咁觸動咗佢。我探訪過庇護之家，佢哋組織咗見面會，好多女仔想同我分享佢哋嘅故事。嗰啲已經脫離咗原本狀況嘅女仔，仲有嗰啲仍然處於當中嘅女仔。對我嚟講，呢個非常震撼，非常艱難，亦都好難接受，因為呢啲故事都係真㗎，唔係虛構㗎。佢哋當住我嘅面前，喊住咁講呢啲故事，所以喺整部電影嘅拍攝過程，我始終都沉浸喺呢啲故事入面。後來其他女演員亦都嚟扮演呢啲角色，但呢啲女仔今日嘅證詞一直縈繞喺我嘅腦海入面。聖三會嘅修女們繼續呢個事業，喺轄下嘅庇護之家提供教育、社會融合以及預防計劃，將我哋嘅整個使命同神恩搬上銀幕，讓我哋喺偉大嘅事物面前感到自己好渺小。呢個亦都係向佢哋致敬，向所有聖三會嘅前輩們，係佢哋嘅努力，讓我哋能夠喺呢度。呢個亦都係向所有曾經生活喺呢度，以及將會繼續喺我哋呢度生活嘅年輕女性致敬。佢哋係戰士，佢哋係堅強嘅女性，儘管處於艱難境地，仍然能夠喺有人伸出援手給予佢哋支援嘅時候，建立一個未來。電影目前喺西班牙上映，但有望亦都將會喺拉丁美洲同美國同當地嘅觀眾見面。劇組將影片嘅第一份拷貝贈俾予教宗良14世。感人至深嘅場面係為紀念一位協助解救數千名人口販賣受害女性嘅女性。